注意放射增强免疫力，因为要甲病毒共存，伊的先决条件是大家拢要注意放射。英国公布一项 Omicron 确诊者死亡甲注疫苗的关系，统计到1月16前4礼拜，60岁以上确诊者385794人，死亡是4084个人。分析以致死率发现讲，拢无住的人致死率是6.8%，住院3剂致死率是0.4%，差14倍。较无18岁57万多名确诊者内面，死亡人数是10个人，这拢是无注意放射的。进一步分析，60到69岁这个年龄层注意放射效果上好，无住的致死率是2.95%，住院3剂致死率是0.086%，也就是比较起来差34倍。这一群年龄获得的利益最高，但就像青少年啊，20-30岁的人也会有点帮助啦。可是我觉得疫苗，特别是第3针打在60到69岁的老人家身上，是 CP 值最高的选择。研究嘛显示讲，注完预防射了，后遗症相对嘛减真济，是讲就算有注预防射，防疫工作嘛袂使放松。年高啊，南来北往医生特别提醒讲，除了洗手、挂嘴烟以外，甲亲友人爱保持2公尺的社交距离，公共便所嘛尽量莫去。进到公厕里面，你可以不要摸到环境，那当然是最好。哦，那假如说需要用到摸到那个环境，比如说是冲水马桶，哦，那个按钮你按了以后一定要去洗手洗干净，哦，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没有问题。洗完手以后，务必要把手擦干。虽然即马有药通治疗，预防射注射率嘛慢慢啊提悬，也毋过预防、看药、治疗，敢好度度过这波疫情，拢都要依靠全民来配合。